41講周易第15篇，謙山上地下，盛德禮陽上。地山謙，坤上艮下，謙亨，君子有宗。初六謙謙君子，用攝大川吉。六二明謙，正吉。九三勞謙，君子有宗吉。六四無不利，揮謙。六五不富以其鄰，利用侵伐無不利。上六明謙，利用行私爭邑國。地山謙，坤上艮下，解作地上山下。真實地理情況，只會係山喺土上，地在下，怎可能地在上，山在下呢？原來周茫茫係如此，為謙作比喻。山從豐富資源，景色奇偉，而山矗立地上，高不易攀，開採困難，阻礙交通。假如山在地之下，以上種種不便便全都消失啦。君主多才多藝，言行有禮，平易近人，不爭名利，樂善好施，天郎授人，如此盛德禮揚，正如地山謙。謙呢個字暫未在出土的甲骨文或者金文找到，不過可從言二字推測地組成之意。言甲骨文的符有口舌內容，解作用口舌發出有內容嘅聲音與有意思嘅說話。謙金文的符有二諸和，表示很多和。很大嘅手表示製作，解作用好多和去製作，意思係可成製作，因為有很多材料。謙因而解作有意思嘅說話，可幫人得到更多。周易嘅謙篇睇到如何做盛德禮揚嘅君子。謙亨，君子有宗，甲骨文嘅意思係解作盛德禮揚，係可以達至一無需爭取，但會承受到好事；二有德才嘅人承接責任到最後。意思係君子盡責，貫徹始終，全力做好，令大家無需爭取，但承受到好事。如何成為謙謙君子呢？呢篇提出：一、謙並不是隱藏自己嘅德才；二、謙並不是只忍讓而不出手；三係謙用言行使人認識而信任嘅。初六謙謙君子，用攝大川吉。甲骨文嘅意思係解作非常好嘅盛德禮揚，係具有德才嘅人，能應人所求，如此相助，循序漸進，逐步發展，小心籌劃，成就大業，得成好事。例證初六謙謙他達，利國利民，忍讓穩重，助解困難。尼克遜任總統期間，美國受越南戰爭拖累，尼克遜後因水門事件而下台。福特繼位仍未能解國內外困境。1977年，卡達成為美國總統後，務實為主，國內不作大改革或者建設，國外盡量維護國際關係由和平而讓步。卡達成中美友好關係，蘇伊士條約以埃和談，調解咗很多中東嘅問題。蘇聯喺阿富汗戰爭泥足深陷，佢並不落井下石，打趁機改善美蘇兩國關係。佢需卸任。1994年與朝鮮談判結束核武器嘅發展，與海地談判使權力和平移交，為波斯尼亞嘅塞爾維亞人同穆斯林安排短期停火。哈日在任時喺於國際種下不少善果，卸任後由他斡旋，亦都能夠馬上解決啦。2002年，他達獲得諾貝爾和平獎，其實佢一直有模範卸任總統之職。獨立報評論，卡達總統不當總統時，比當總統時更稱職。謙謙君子得人信任，因而解騰。良謀一就係謙謙君子樂於助人克服困難，成就大事，贏得信賴託付。六二明謙正吉，甲骨文嘅意思係解作向人表露自己是盛德禮揚，可預計得到好成果，意思係想得人放心求助，
便應告知大家自己係一樂於助人，二有何才德，三會助成功，六二曹彬謙德，可立功勳，表明才德，人方敢用。五代十國末年，周世宗聞曹彬勤政愛民，特意派他出使吳越。過往出使官員驕傲跋扈，把關係弄僵，曹彬則謙遜禮讓，大家相處和洽。他任滿後，吳越君臣強要送贈很多錢財珠寶，曹彬將所贈全端給國庫。周世宗見他人才難得，將侄女嫁給他，還委以重任。後來宋太祖兵變登位，曹彬仍受重用。宋太祖派他去滅南唐，成功後違背承諾，不升他做宰相，只作賞賜。曹彬不介懷，將所有獎賞分他下屬。他的德行終獲宋太祖欣賞。善欲人知，非為真善，但係君子立志世世，就不怕把德才表露出來啦。良謀二，謙謙君子一定要讓人知道：一，佢係謙遜落座；二，佢有何德何能，人便放心求助，委託做適合嘅事啦。九三勞謙，君子有終吉。解法就係努力辛勤去承德禮讓，有德才嘅人肯承擔責任到最後，得到好嘅事物。而君子辛勤服務，貫徹始終，全力做好。九三居功不似張良善終，明哲保身，只作奸運，不問收穫。張良係行人，自小愛國，出重金請力士用太鐵錘追擊秦始皇。可惜誤中副車，從此改名換姓逃亡。其後喺橋上遇到老人黃石公，老人特意考驗張良，叫他10里代川。後約見有故意留難，為要肯定張良嘅品德，才曾與大公兵法。張良用此相助劉邦，運籌帷幄，如有神助。後收復咸陽，秦王子嬰歸降，劉邦耽於日落，張良力斥其非。劉邦亦即刻改過，其後劉邦喺鴻門宴上幾乎被殺，幸得張良請落項柏解圍。張良勸劉邦切勿同項羽計較，分地少也得接受。張良把劉邦送俾佢嘅財富轉贈得項伯，託項伯求項羽多分項中給劉邦。張良見韓信心有不服，勸劉邦要穩住韓信，封他為齊王。再與陳平譴責劉邦去偷襲項羽，一舉成功。再與陳平獻策劉邦去偷襲項羽，一舉成功。劉邦稱帝之後，要封張良齊地3萬戶為侯。張良退守，只要留，那是張良同劉邦初遇嘅地方。張良不計辛勞，待攻城便身退。韓信、彭越、瓊布等因戀斬劉衛，招劉邦忌憚而被誅。良謀3，謙謙君子樂於助人，不辭勞苦，貫徹始終。6四，無不利，揮謙答得文嘅意思係解作努力必有成果，盡量助人製作成功，以發揚承德禮讓。意思係盡力助人成功，有佳績信譽，才能得人信任。6四，良雄得虎，快為平生，虎悉守禮，夫得尊重。梁雄係公漢末年嘅名士，太學府讀畢業，博覽史籍而名成精要。家貧養豬為生，不幸失火燒咗鄰家房舍，賣去養嘅豬亦都不夠賠償，便做苦役以還清債項。家鄉嘅人仰慕他才華氣節，分來提親。張雄對條嬌生慣養嘅千心小姐不稱意，反喜歡一位年紀又大又醜、能夠體力勞動嘅萬江，婚後佢哋隱居於霸陵山莊。梁雄因為寫咗一首諷刺統治者嘅詩而被追捕，佢哋多次逃走隱居，但常有人慕名嚟請教，佢哋只好從齊魯地區南下到咗吳地，與寨族高伯通家當中米容公住在家宅廊下一座小屋中。梁雄夫婦吃飯嘅時候，萬江把飯食放在托盤上，不敢仰視梁雄，
舉托盤到眉那麼般高，恭敬地送到梁鴻。梁鴻接過，一起愉快進食。高伯通偶然見到，大吃一驚，妻子如此守禮，故宮定是落日引日高人，於是熱情款待，禮遇有加，並不盤根問底，梁鴻便安心住下。梁鴻到晚年亦都衣食不愁，難得可以潛心著述，於是成書12篇，為前代高士的著作評定注釋。10餘篇作品跟讀對象深，發人所未發，可惜都現已失傳啦。萬光係謙謙等子，謹守婦道，隨夫隱逸，堅守禮數，助夫得人賞識。梁謀四，謙謙君子們互相幫助，同心合力助人成功，更能得信甚啦。下一講會繼續解說餘下嘅謙，並引用3個現代史實演繹謙嘅良謀。下一講見啦。